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8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2个带病入境18本土病例，而且今仔日无死亡个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已经做过头一档莫德纳疫苗民众开放去登记，要来做第2档。目前咱国内也是规定2档拢爱做同款品牌疫苗。国内新冠疫情自被增加18例本土病例，新北市8例上济，台北市6例，桃园市3例，甲高雄市11例。另外，伫确诊个案当中，无增加死亡个案。不管是从疫调面来看，或是在整个病例的一个集中的情况看起来，都在比较掌握的范围之内。那整体当然从这趋势看起来，但趋势都是往是可控的方向。指挥中心表示，公费疫苗预约平台重新开放了，已经有866万7000多人就网络完成医院登记。除了增加高端疫苗，互民众选择，也增开开放第1期做莫德纳疫苗人第2期医院登记。目前还未开放民众做2期无同款牌子疫苗。昨天下午开始开放，那大家可以来登记。那主要是1到3类跟孕妇可以间隔4周打第2剂，那其余的有打过第1剂接种 COVID-19 的疫苗，那需间隔10到12周。但市长表示，真侪人对疫苗预约平台有真侪疑问，比如为如何修改疫苗选项1期，或者是取消预约登记。假使是伫医院登记开放阶段，随时用上网络改。若是符合这一摆用预约，而且收到简讯啊无预约的人，系统会伫19中到12点开放修改。符合这一摆用预约，收到简讯也完成预约的人，系统会伫8月7日下晡5点开放修改。另外 ，BNT 疫苗什么时阵用放伫医院登记平台咧？但市长强调，等政府时间延长后，对开放民众预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8个本土病例，台北市也有6个。另外，讲到伫咧台北市的树林，也有一间宗教机构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内面有4个民众甲2个工作人员染着病，目前拢送到病院治疗啊。其他的人也拢送到病院甲防疫旅馆做隔离。台北市自被增加6人确诊，其中3人感染源确诊，另外3人疫调当中。不过，树林一间长照机构自被爆发群组感染，有36位住民甲20位工作人员，除了1位个人住民以外，其他全部拢已定伫56位做疫苗。不过，只当7位个人住民因为发烧这症状急诊，住院隔离自测确诊。社会局紧急处置，除了通知所有住民家属，全面采检佮疫调酷热，而被批下检验结果出来。有3位住民甲2个工作人员确诊，送病院治疗。其他阴性的人分别送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或者是防疫旅馆来隔离。我们陆陆续续在进行清空，那清空完之后，必要的静置之后，也会进行全部的清消。台北市也公布2位确诊者行踪，15691例，伫18下晡5点甲19透早3点，去过中山区秀山街德丽庄酒店；15702例是伫13下晡2点甲14早起11点，伫艋舺区昆明街hotel Papa Well；19、12点外，去过中山区林森北路的台北圆山邮局。另外，新北市自备是增加8个确诊，这场传染2个人，加互传染4个人，另外2个人都拢是因为捌甲确诊的台北朋友接触。我们这8例全部都是居隔的个案，所以也就是说，在新增的确诊数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另外，新北市公布2个棒球确诊者行踪，15713甲15721，拢去过沃俊棒球相识店。另外，中央开放第4轮做疫苗，所传出疫苗无够，新北市疫苗7月底就会做完，所以8月7日到7时暂停。台北市部分8月7、3进前自是无问题，不过8月7、4到7、6要看中央颁布的进度才能确诊。上北市拢希望中央赶紧发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的特殊交友案件，搁再增加3个拖出来病例。这特殊交友案件目前已经有39个人确诊了。桃园看扫咱看到高雄，伫今仔日增加1个病例，可能是去互带做伙朋友传染到的。讲到这位朋友也捌接触到对北部落乱的朋友，这位朋友目前是还未偏好，目前也正在追查疫情。工作人员甲确诊者去过所在消毒，桃园离地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是特殊交友界的阴性案例。
3个人拢伫特殊隔离甲扩大暴力期间确诊，总计这桩案已经有39例。特殊交友圈的36个人的衍生范围，这个图有点密密麻麻哈。这36个本来是看似没有关联的个案，其实都有关联啦哈。那这是一个衍生的3个确诊的个案。关系图顶面真侪色地，全部是特殊交友界互相小话相关现身案例。桃园市推出社交较外摇的人关怀计划，希望有风险的人用家己去做快速检查，也是到卫生所检查。市府的卫生所还有一些医院会主动给予关怀支持，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建议的话，那你请要配合我们安排采检。高雄也新增加因为聚会见面而为着案例15725甲也未有暗号的大斗阵的人，近40多岁男性在2日出现症状了后，27到病院检查确诊。调查发现，该大斗阵的人7月中开始捌2摆，甲对北部来的朋友聚会见面，疑似因此去围着。7月21号，同住接触者他自述有出现可能有一些腹泻的状况但是很快就没事了。就 CT 值来讲的话，还有相关的活动史，我们研判这位15725是被他的同住者所感染的。确诊案例甲伊大斗阵的人这接触史，市府也伫调查，也无确定2摆朋友互相见面的名单甲人数。另外一案是不是甲北部聚会互相烧话也有关联，嘛要等待市府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的疫苗平台重新开放登记正副总统拢讲要注国产疫苗。总统蔡英文今日表示，已经有去平台登记要注高端疫苗。副总统赖清德是讲要等待联亞疫苗的 EUA 审查通过才来注。根据着指挥中心的统计，到今日下晡1点为止，有意愿注高端疫苗的民众已经超过55万人。昨天呢，我也在网络上完成意愿登记，选择接种国产疫苗。疫苗预约登记平台27下晡2点重新开放，搁增加国产高端疫苗选项。总统蔡文也伫面册铺文，已经上网络完成疫苗注射意愿登记，搁选择高端疫苗，等候预约通知。强调安全、有效、合法、符合科学标准的疫苗，才会提供予大家来做。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也表示支持国产疫苗，但联亞 EUA 审查通过会倾向成注。我们非常谢谢赖副总统以及众多国人的支持与鼓励。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就静候EUA 的审查结果。高端也对总统选择表示感谢。目前疫苗在初期生产当中，上紧8月量产上市。只是什么时阵用注？指挥中心表示，按小数风险检验了后，才会进行排程，上紧还是等8月。总统登记高端也比较一般民众开放时阁有约来做，但是拢强调未因为这副总统选择国产疫苗，都加速审查开放。好，那总统、副总统表达对国产的一个就是爱护跟支持，那这很好。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怎么样的一个审查，怎么样的开放，那这是专业的问题，那这是2件不同的事情。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疫苗预约平台开放了后，假日8下晡5点，有意愿注高端疫苗人数是552445人，只选高端人数是92217人，占比差不多是1.06%。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大学指考延后到7月2日开始。虽然国内已经降做2级警戒不过课堂的防疫却是有史以来上界严格。另外，有一位考生中昼出去食饭，回来了后却直直发烧，自安尼生就开头一间防疫课堂予伊使用。早起较无8点，袂少家长陪囡仔前往课堂，一直到看无人影才离开。原定7月初3至初5举行的大学指考，因为疫情的影响，延到2月举行。确诊然后没有被检查出来，那大家不是都遭殃吗？有时候不知道干嘛，就可能再回去翻以前的历届这样。没有准备齐全，可以更多时间来准备而已。金牌，你就是硬上岸。希望考试也能够金牌，金榜题名这样。加将近1个月时间，有人感觉读册节奏过拍乱去，也有人认为准备了更较周至。这届指考采取有史以来上严的防疫措施，除了挂喙按量体温消毒，这一定爱做的代志。每一间考试场的人数调降剩20人，逐间考线爱消毒，中昼食饭爱隔班，而且专程无开放考生服务队甲亲友陪考。这对想要陪囡仔面对重要考试的家长来讲，感觉有淡薄仔可惜。
其实延期对考生来说，对我们家长来说，真的是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陪在他身边，所以就现在真的就站在这门口稍微看一下也好。因为最近确诊数一直下降，然后打疫苗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末代的问题，因为课纲一直改的问题。疫情唔但影响考试日期，也出现伫考题，像讲生物科出现快胎气质原理、CT 值的检测甲疫苗，出材拢较快。生物考科是第一个开启防疫市场，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考生中午外出用餐，返回分区以后呢，体温超过标准。第一间防疫市场伫生物科展开，大考中心也说明规工落来开一间隔离考场，予隔离考生考试，也有6个突发伤病的考生伫备用考试场应考。另外，还有一间市场是因为冷气故障，伫下晡转去备用市场。综合来看，气务状况大概上良好。啊，毋过也是有14个考生伫物理甲化学科考试的时阵，手机响违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中国疫情有夹起来趋势，伫南京市发现到 Delta 变种病毒。20家南京的禄口国际机场员工做体检，找到9个病例了后就袂收煞，到27到153个本土病例，而且这病例拢传出去到别个省都去啊。伫四川的成都也有3人确诊，因进前捌去过湖南的张家界旅游，湖南当地也登了现场。中国新冠本土疫情升温，Delta 变种病毒入侵南京，当地社区进出采实验者。根据官方的通报，中国27新增加本土病例55例，江苏就占48例，其中有47例集中在南京。经过流调发现，近期新增病例主要还是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而且在报告的病例当中，已经发现有多起聚集性疫情。南京这波本土疫情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20位员工体检，发现9例阳性病例了后开始扩散。截至27，南京市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已经有153例。这确诊者当中，大部分是有注过疫苗。为了防止疫情，南京市全部核酸检测，在重点区域甚至已经进行到第4轮核酸检测，并且规定零售药房禁止卖退烧药啊。已经在第一时间通知全市的2323家零售药店，全面暂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这4类药品。这2个重型病例来讲呢，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一些基础疾病，或者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有肥胖，往往是跟这些基础疾病有关。除了南京、广东、安徽这5个省陆续出现甲禄口国际机场相关的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00人。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指出，疫情扩散真侪城市，恐惊甲机场26关卡有牵连。另外，四川成都有一家伙3个人确诊，因为因拢去湖南张家界佚佗过，也予当地出现疫情警报。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的东京奥运无开放外国游客，伫东京的比赛项目也无开放观众入场，互本地正热闹的东京观光区算是变甲冷冷清清。不过，因的疫情是继续伫咧逼，第8确诊人数就有3100多人，这病例数一直咧创新高，甚至奥运相关的人员、运动选手等等，也有16个人确诊。就算安尼生，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坚持讲，这奥运就要继续办落去。东京有名的观光景点青草寺人潮无改济，受疫情影响，日本东京奥运不准外国观众入境，伫东京比赛嘛不准观众入場去看，互5万觀光人潮的景點業者心里是冷冷清清。もちろん半分以下ですよね。下手したら10%かもしれないし、ほぼ初めの期待値はないに等しいと思います。でちょっとマシになったかなと思ったらまた緊急事態宣言で落ちると。东京疫情继续拖，连续27日8确诊人数拢创下疫情的新高纪录。当局每一天的体检嘛，拢有相关人員陸續確診。雖然安尼，日本首相菅義偉有關無想要停止奧運，只是閣一擺強調，請民眾伫厝看比賽。車の制限だとか、テレワーク、そしてまさに皆さんのおかげさまによりまして、人流も減ってますし、そこはありません。
庆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白井赵友利认为，伫疫情内底办奥运有增加一寡另外经济活动，比取消奥运更较好。只是民众质疑，是因为办奥运才互当家疫情拖遮尔紧。不过，当家地师小池百合子认为，疫情拓开重点是外出人潮，真侪是少年人，毋望会当加速对少年族群注疫苗。即马东京以外首都宽城市、千叶、新内川、甲基玉，技术因为上下班甲人潮的流动，确诊的个案嘛咧增加。如果会伫最近向中央申请搁一摆政治经济状态。国际新闻，但是董朋友。讲到地球暖化，地区真侪国家拢伫咧做大水。有专家表示讲，因为地球暖化，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变济，才会地区大水雨落袂去。大水紧搁急，水位用要淹过大拿金角头，27孟加拉南部落暴雨，边境一个罗兴亚难民营，互大水淹去。大雨地区边坎土石流，当地官员指出，目前已经确定6人罹难，真侪人受伤，其中2个囡仔活台。缅甸东南部一间受地新冠患者病院同款，互大水淹去，医护人员撩水，斗阵将病床关去临时避难所。这场雨为顶一周末开始落，造成真侪所在淹大水。即马国内拄着军事政变，搁加上疫情拖甲真紧，大水灾情恐惊互搁较侪人无家可归。İş yeri aynı zamanda araç toplam 85 milyonluk bir sadece buraya yönelik. 土耳其北部哇乌海小镇进前因为大水和淹水，雨水带土沙灌入街路，450人紧急撤离。当地官员去灾区视察，街路出现一只流浪狗，全程对官员行。另外，伫欧洲自德国了后，意大利北部科莫省也有暴雨，当地出现以前毋捌看到的水灾。外河边的小镇淹水情形真严重，同时佫路边角数百台车拢害去，好在目前无造成人员伤亡。Due to the global warming, the moisture holding capacity of the atmosphere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全球各地伫同一时间出现极端落雨，伫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也引起大水甲土石流，死亡人数149人，23万人被迫疏散。专家指出，因为全球暖化，地区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增加，各国政府爱加速解决来减缓极端气候继续恶化。公视新闻王碧文评论。有风声讲，上百名政府甲政党的高层因所使用的通讯软体来去互骇客攻击。咱公司早起表示，因会去报案，也会保护资料安全。着立委要求政府着要赶紧调查，看敢有国安的记录。目前刑事局也正在调查。咱是台湾人使用率上悬的通讯软体，毋过包括总统府、行政院、县市长、政党，甚至军方，超过100名重要人士的咱，因的内容拢互漏泄出去。咱公司发出声明讲，针对这件代志发现了后，就随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用户，也已经报案。咱也强调讲，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毋过，咱并无对外说明漏泄的内容。刑事局表示，已经接到报案，即嘛是由真早提交大队来调查。可能有成员受到影响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要求爱查详细，敢会造成国安危机。这么明显是针对所谓台湾的重要的政要或政治人物的话，那它的背后的政治动机跟国安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来自于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对岸骇客？当然这个可能性绝对是有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它涉及到国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特别加强相关的一个查处跟防范。在野党团也要求政府赶紧立法，来保障通讯软体资讯安全。对于台湾的国安、治安这一部分，是不是有出现漏洞，也应该早日的去把它补强。政府也应该要有一个更完备、更进步的立法，来确保治安的安全。那是不是对岸对台来进行情搜？我们当然是完全有理由可以去做怀疑。那这些可能都需要从攻击的手法还有足迹进一步去厘清跟会诊。有媒体报道讲，咱已经发信息提醒可能受害的用户，要把系统的加密功能拍互开，也到总统府向国安会报告。有行政院的官员表示，这个案件是交国安单位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中市发生2罐 AZ 疫苗拍无去的案件，是工作人员把纸壳啊当作是空的才会拼掉，落尾是去互资源回收的业者扣去。台中市政府也拢无通报中央，今下晡的记者会，卫生局长也出面来回实的。市长罗秀燕强调，已经启动政府单位调查，会严办到底。但是对于疫苗管理上可能的疏失先在此代表这个卫生局致歉台中市疫情记者会，卫生局长陈志典伫镜头前回实的，因为西屯区卫生所有2罐 AZ 疫苗竟然拍无去。我就觉得很夸张，为什么会不见？这东西应该是控管得很好，不是吗？因为它是在那个冷冻的那个空间里面，它正常讲应该是不会掉出来才对啊。疫苗觉得好像还是不够谨慎啊，管制方面还是不够谨慎。西屯区卫生所26尾清点 AZ 疫苗的时阵，发现欠2罐，赶紧甲派出所报案。警方拘捕追查，发现是卫生所人员将当时还有2罐疫苗的纸箱啊，想讲是空箱啊断掉，结果互资源回收业者收走，尾啊，佫互46岁姓陈的查甫人扣掉。遗失的2瓶，这我就不太清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面对这个问题，感觉真奇怪。台中 AZ 疫苗拍无去，这重大确实无通报中央。发言人曾建雄也是讲看新闻才知影。看到新闻就是说它是遗失，然后卫生局已经报案，那也已经领回啊。那对于这2瓶到底它遗失多久，我们当然还会再确认这个它这个就是冷链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哦？那如果不能施打的部分，当然就不会再使用哦。针对此案，如果有不法的话，一定要严办到底。台中市政府是讲，目前已经启动警方体系调查，也全面检讨疫苗保存的清点流程。卫生所是讲，因为 AZ 疫苗必须要冰伫2度至8度的环境，所以找到倒来这2罐 AZ 疫苗嘛袂使阁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调查局行业处基隆站顶年拍无6.5公斤的毒品，这挂毒品是正本的。当地检署调查发现，讲是前组长徐淑良涉嫌把毒品偷换过来，才透过乌道把毒品卖掉，所赚的乌心钱大约是赚1亿6800万。当地检署今仔日也依照贪污定罪，甲相关警官起诉。代表向国人致歉。调查局长李文忠日前向社会大众回实地表达遗憾甲痛心，承认内控机制失灵，因为经调查局行业处基隆站机动组长徐淑良涉嫌伫1801年开始，7年外以来利用中昼休困、夜间当值时间，利用化工原料调包扣押的毒品，1粒面3万粒，其他面514公斤外，各交给毒枭来卖，不法获利1亿6808万。主要是本机在航机站6.5公斤安非他命下落不明这个案件中，本局主动清查的资金，发现前调查官许硕良夫妻2人名下出现计额不明的财产，毒品下落不明。很遗憾的，相关人员因为恐怕遭受究责，没有上报。事隔1年，行业调查处在击追这个案子的时候，才发现说毒品下落不明。调查发现，伊将不法所得用来买厝、买名表、名牌皮包、甲车，红无过车祸生活。案件曝光是因为去年航机站碰见6.5公斤安非他命证物案，桃园地检署侦办发现，伊涉嫌内心通外鬼，构建恶毒分子，7年来6摆侵占毒品转卖。桃园地检署依照贪污定罪起诉徐淑良、伊太太李翠萍，加前航机站副主任林胜志，调查官将命令点9人。犯罪事实总共有3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侵占毒品及贩卖毒品的部分，第二个区块是洗钱的犯罪，第3个区块是公文书登载不实的伪造文书。调查官交给毒枭重创调查局形象。卢文忠表示，为了追究主管监督甲涉案人员行政责任，专案移送检察院调查，也给徐淑良2大股免职，也强化内控防备。案件全面立管完备扣案，毒品风险甲消费进程安排复检。记者综合报道。
对2月开始，台北市的教职人员会当做疫苗啊。有真侪老师也讲，虽然是伫咧休乱期间，不过也是爱登去学校处理行政事务，较早做是较安心。针对着指挥中心伫27向向发公文予地方政府，建议各中高中的老师先暂停做疫苗。台北市副市长也讲，这根本的问题就是疫苗无够。医生问诊确认民众的身体状况，台北市各中教职人员2月开始会使伫花圃注射站做疫苗。老师表示，休热期间较少接触学生，不过也是有需要去学校处理行政事务，接触到同事，即马较早做是较安心。就教师兼行政，所以都还是会上班。是其实离开学还有1个月，其实陆续都也要有学生回去整理东西啊，或是备课方面要处理，所以越早打越安心。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讲，台北市有78间国中，7383个国中教职人员，早时8点到10点已经做1500人左右。对27指挥中心讲，国中、高中的老师和阶段敢若注册，也未开始做，建议也未开始做的爱暂停。蔡炳坤讲，这根本的问题是疫苗不够，不只是说，今天管理这个国高中的老师的疫苗不足。连预约系统的疫苗都不足了，教育部还没有疫苗给各县市，可是各县市可以在这个礼拜来接种。其实每一个县市都很用心。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即摆是先用库存的疫苗来予遮的老师做，未来新的疫苗拨落来，会搁再予其他的民众来做。蔡炳坤讲，台北市的学校是托 A 机构，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照排来做疫苗，高中的教职人员自9开始就会使来做疫苗啊。记者郭碧坤郑派文台北报道。目前咱国内是降到2级警戒啊，百货公司表示人家已经转来到1-2成，不过防疫问题也着爱谨慎。中南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继续维持菜价帮档位制甲停留管制，湘北继续来维持包档去食的服务，要用机器人进行消毒，希望当客着爱来放心。出入新北这间百货公司门口就有防疫门，会晓自动磅体温，佮替人客规身躯消毒。入来了后，佮有高水智慧型高科技的机器人，顶头喷钾离子水，空中杀菌，下底用紫外线消毒，等到人佮会闪开，24小时规动消毒，会觉得比较安心啦。比如进门的一些感应的消毒啊，其实也会让消费者比较放心这样子。西蒙港2级，不过湘北百货公司拢无开放房内底食，继续提供线顶预约，让人客包回去。我们观察到是降2级之后，人潮已经有陆续回流，包括像影城啊，以及在整个馆内的消费来说，都要有提升2到3成。把握降级业饼业绩，中南部百货公司除了照中央美食街，就爱菜价帮、人流控管等等的防疫措施，应用父亲节甲情人节也设优惠方案，希望人客安心消费。我们馆内的人潮开始有一些回温的现象产生，提供了模型隔板，并且搭配梅花座以及用餐人数的控制，去确保民众1.5公尺的一个用餐的距离。南部也有百货公司趁降级设迪士尼特别商店，希望兼顾防疫也省人客，刺激消费。记者阿明真林小凯台北报道。高雄有几类景点伫开放了后出现袂少游客，不过也有民众讲，因唔敢伫咧假日时出去行搭。高雄市政府为着避免景点人伤过济，就设一个旅游人流警示系统。若准景点出现红灯，民众上好是莫去人客人。随望是平常日，高雄福利外海边遮已经会当看到老爸带囡仔，也是厝内人做伙出来行行的。防疫降级，户外景点拢开放啊，不过要受民众淡薄仔惊。避开一下人潮，然后挑这个时间来，然后看一下海啊，真的是闷太久了。因为没有到整个清零啊，还是觉得有点危险这样。要是有人唔敢假日出游，不过这2号顶礼拜解封前的休困日，游客已经有3成。上周的游客量已经明显提升，大约3成。那预期本周的周末大概希望可以恢复到以往的5成。游客豆豆回流，业者有期待，嘛爱做好防疫准备。
餐厅内底有架板甲梅花座，就是惊降级了后，民众做伙出游人客人。高雄市观光局甲电信业者合作，伫埔里、爱河、基丁等等7个户外景点建立人流警示灯系统。那如果它亮的是一个红灯的话，那表示说它现在的容留人数呢已经即将过量，那我们现场就会进行管制。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在接下来的假日要出游的话呢，可以查询这个系统。民众透过网络也是手机就会当看到7个景点的灯号，当作出游的参考。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讲做二级警戒了后，国内旅游也是带条件开放。不过，就专家烦恼讲，咱真无简单，才重新起步的观光业，会因为人流管控无做好势出问题，是因为各地头景点的主管机关拢无同，呼吁中央就要赶紧来整合人流警示系统。解封了后，还未到假日，外口人潮明显变多，有立委就甲学者、观光业者等等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要整合各地人流警示，降低旅游对防疫的风险，才通互观光产业行久长。比如说，森林游乐区归谁管？林务局，林务局不是交通部的。很多的农场归谁管？在这样子的整个我们的多头马车底下，应该是我们的政府机关，你要想办法要主动出击。因为真侪景点是各地方政府家己管控，无统一性的警示系统，民众真恶查询。有学者表示，最近看到高雄有渔港客满游客，工作人员用传统计算器叫大家排队，颠倒可能造成群聚感染。希望政府通用资讯科技来改善。未来像这样子的一种旅游品质的管控，非常牵涉到这个我们所谓的承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或者是我们积极的一种管理。有立委表示，过去像交通部的1968就结合电信业者的全国景观平台，利用简讯做人潮的示警，是毋是通考虑恢复？交通部表示，进前是配合疾管署的政策执行，所来嘛爱看敢有相关的指令。记者陈嘉文调随采访报道。伫咧当年的旧历7月20日是客家族群的重要祭典移民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移民庙宣布移民节会照常举行，不过会分流规模也会缩小，另外增加线顶转播。那讲到这个台地公比赛，会互连庄来家己做决定。一年一摆的移民节是客家族群上重要的祭典之一，但是拢有来自全台庙寺、上千的信众，登来到新德馆移民庙参加。今年受疫情影响，主办单位宣布会依照中央规定，配合防疫措施来举行。一方面，全台湾的乡旗回娘家，我们会分做几天来做分流，来回来祭拜，而且因为游览车要坐梅花座，那我相信大家都会遵守这个规矩啦。移民节当日原本会提供汤糜甲平安点心，这届也决定取消，甚至比赛部分虽然让连庄家己决定，不过规模嘛比过去减真多。到8月9号有进一步开放，还是又收回来，又3级还是4级？这种情况我们会视情况依照法令来办理。另外，新竹城隍庙6月就已经宣布，考量到参加人数，今年的城隍出巡以及相关法会全部取消。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彰化县自闭症困难家长协会所成立的庇护工厂，主要是卖饼甲芳。不过热天时本地就是烘芳的小月，搁再加上疫情，捌互人客临时取消，要到15万的订单。即阵总算等到警戒减做2级因也希望民众会当甲因多多支持。面包一出炉，庇护工厂的员工下手努力，分工合作。这是彰化县自闭症庆乐家长协会所成立的庇护工厂，请专业的老师指导，甲学员烘芳做手工饼，互因会当透过家己的力量赚钱。那通常其实他们早上来就是照流程所，原则上像先烤饼干，后面就会接着有吐司、面包，再接着烤这些东西。庇护工厂的服务员表示，外人本地就是卖芳的小鸡，佮因为疫情影响，募款参订单拢减少真侪。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订单其实被取消了10几万左右。其实家长也会担心，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有一半的小孩是，一半的庇护员工呢是搭乘公车还有火车来上班，所以在安全上就是家长会有些考量。即阵疫情警戒降到2级，庇护工厂嘛恢复正常上班，而且开始准备中秋礼盒，望民众多支持，用实际行动帮助。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